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准备好吗啊？然后好运通了。你看到玉梅老师还没打扮出精神动好，因为玉梅老师自我感觉良好。好，故说呢，当然运通，当然做瑜伽，瑜伽咪系运通一种，运通咪系做瑜伽一种。啊，瑜伽呢有老乜个其他乜个无共样，就是做的动态的，做的静态的。热心呢，教大家讲，唔懂烦的时候，唔懂会痛唔痛就将会生气，情绪很不稳定，唔痛就知道啊，懂阿杂呢啊，你就知道心情唔好，好安尼心静不下来，哈，心做唔得安尼，懂放松的时候呢，那做乜个动作呢？你就来做慢动作。好，慢慢的做，慢慢的做，到这动作做好些呢，你就可以慢慢的深呼吸，好，慢慢的调理起来。好，体的动作呢，教大家讲，你先按都金刚跪，按你跪在呢，对人个脚趾头啊，对人个膝盖啊、脚踝没去动好，你先按你坐凳，好，坐凳些，坐凳些，你就可以加上两个侧拉腰，好，慢慢的，对呀，慢慢的透气，你透气的数可以不用多呀，你知道吸气的时候，肋骨向外张开，好，吐气的时候数起来，好，目珠撒起来，目珠撒，好，不用轻松哦，你当爱欠气的，心情当烦气的，你做深呼吸，吸气。肋骨打开，好，吐气，不用强手。好，你会知道吗？慢慢的吸气，有可能还数吗？张开。好，吐气，不用强手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你懂烦躁的时候啊，你懂焦虑不安啊，你说懂上我天气，你就深呼吸，有冇头摆顾你啊，做会教人讲。心情唔好要深呼吸，就是安尼意思哈。深呼吸过后呢，吸气，手打开了。好像鸟一样啊，鸟有两个翅膀吗？好，鸟有两个翅膀，快乐的飞翔哈，你就知道安尼心情就较好的喂。慢慢的停到呀，慢慢的吐气的时候，右手不用到呀，好，右手到下背，好，慢慢的吸气上来。让人个心打开来，胸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对呀，好，到右边吐气，不用轻松，对呀，好，你停到呀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你加强哦，老心情他哈，看看好，做较沉的喂，让师傅坐到左边来，你听来哈，好对呀，好，要安尼行较沉嘛，有看到吗？来到左边，好，右边挤压到，好，对呀咯，好，慢慢的停留，好，吸气的时候，上来，好，慢慢的上来，接受上天的祝福，好，心打开来，看看天空，按宽阔，按广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下来。乡亲朋友，你慢慢的做，你这个心情较稳定，好，你就知道，当烦躁的心情，你就慢慢的不用轻松。放右边了，吸气，右手过去，好，动专心的，好，手心朝上，慢慢的上来，做慢动作，好，慢动作，不用轻松，好，来到左边了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对呀。好，对呀，好，手不用一片，好，停到呀了，你会知道，胸打开来，身体打开来，好，吐气的时候，让师傅坐过来，好，安尼向东方，对呀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你会知道个，人生有乜个好烦恼的呢？好，你就想个淘汰去。好，吐气的时候，那个情绪就没了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上来，好，打开来，好，心情唔好些，当烦些，看天空，好，慢慢的打开来，吐气，好，向前面，
好，让我们的心更谦卑、更温柔。好，安尼心慢慢的不用放松，吐气，不用下来。好，不用那休息。好，心轻下来。好，慢慢的吐气哦，吸气，又上来，慢慢的上来，慢慢的上来，吸气。好，过同样哦，看天空的时候心情要较好，蓝天白云。好，安尼心就像天空安泛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下来。好，慢慢的不用放松。好，不用放松。乡亲朋友，一只动作哈，一鸣老师够做解都不能看，因为一鸣老师哈，知道一只动作动健谈。好，因为安尼心哈动烦躁去哈，安就老安尼身体的侧拉腰来开了以后，好吸气的时候，你看哈，慢慢的打开来，你看到慢慢的吐气，好，身体上半身，你做前弯的时候哈，你如果较谦卑，上半身吐气，压速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下来，不用下来，不用下来，吐气，好，不用下来，不用多呀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你吐太气，好，吐太气以后呢，慢慢的又参嘢调的样诶，鼻腔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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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的吸气，都向东方，向东方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吐气，不用放松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一只动作呢，随时就可以做。你是坐垫呢，你坐垫呢，你就可以坐垫呢，就可以打开来扩胸。好，刚过来呢，你做前弯的动作，身体哈，然后你身体，然后给安尼，讲像婴儿式啊，有冇？当妈妈的肚子上去，还没安尼。好，生意的有冇哈？当妈妈的肚子上，好安尼，安尼。因为古时候哈，心情唔好嘢啊，也係講心動煩躁啊，焦慮不安，情緒唔好嘢，冇出去啊，冇講開嘴罵人啊，老人講話啊，乜嘅，就冇，老這個哈，心靜下來，回到媽媽的懷抱裡面，回到媽媽係母親啊，哈阿妹哈係親錫子嘅，回到母親的懷抱，安尼淡淡的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不用放鬆。好，你做到了呀，你做到呀，慢慢的，好，莫想事情，你就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再来，你可以啲下時間哈，停下久啲嘅哈，去想起㗎，做嘛心情唔好啦，好做嘛嘅你會知道講想唔開啊，當煩惱啊，情緒唔好，你就用安尼方式，好，安尼方式。愛自己的方式，好，這樣過來呢，腳可以往前，好，前彎，踢一步，好，踢一步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身體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好，腳豎老腳不用等，好，按豎腳不用等，同樣哦，唔係同樣彎到按呢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對呀，好，吸氣。好，你看，按你係咪讓個身體老個太腳比越靠近，越靠近，就是越貼近你的心。你心係喜歡快樂，不喜歡煩惱。你讓個心越貼近自己，越貼近自己，你就會越來越快樂。好，慢慢進步些呢，腳要伸出來，腳伸出來啊哈，腳伸出來，好。啊，人家尾椎骨扳一下，尾椎骨扳一下，莫坐到人家尾椎骨哈，扳好去的哈。你咪同樣哈，同樣慢慢的吸氣擴胸哈，胸脯打開來，打開來，打開來，好，慢慢的向東方，好，前彎一眼，你看哈，好，慢慢的前彎，好多呀，你一步步的來，都要停哈，腳勾進來，好，一步步的吐氣，好，一步步的，一步步的。好，停到呀，没可以停到呀。好，停到呀，安尼放鬆心情。好，你做啲呀，只想講，我做嘛心情啊唔好，我心要靜下來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你做會多的話，你就好慢慢的吐氣，身體。好，慢慢的吸氣。
哈，动作做一动慢，前弯哈，你前弯的时候，你心冲哈，心老身体越接近，老大地越接近，你就会心情越来越好。哎，你心情越来越好，整个的烦恼哈，变太极，马个这么哈，你就睡下来哈，帮助你睡眠。你做好嘢啦，你按不到会睡唔得啦，还冇好睡嘢。因为老师准备一个眼罩。哈，眼罩你就睡下来去哈，你就老人眼罩呢，可以不用到人嘅木主方安尼，好，因为老师做示范本课安尼，眼罩不用戴，好安尼，乜个事情做冇诶，乜个烦恼做冇诶，好，乜人讲乜个做冇重要，你想乜个做冇重要，好好所以冇，所以搞冇，好，好，因为老师嘅眼罩不用那个木子风也是有上水母的感觉诶，就知道讲哇，好放松哦，好舒服。乡亲朋友，因为老师老讲一个秘密哈，眼罩，唔该你个毛巾咩好啊，也个机内咩好啊哈，你就不用咯，仰木子风，你就心情冇嘢啦，懂反夜哈，情绪不稳定夜，你就眼罩戴等，不用等，睡一觉起来，乜个事情都冇诶。好，好了，人家去哈，做爱老乡亲朋友讲的这些安样诶，好，老自己不用轻松，让诶烦躁的情绪，老自己当放松，好，聊一下哦，放松休息一下，